香港淺水灣的晨光總是格外琴貴，他不急不緩地漫過那些依山而建的豪華別墅，將每一扇落地窗都鍍上一層曖昧的金色。這裡曾是無數人向往的安居之所，海鳳梨裹挾着鹹濕的安寧，仿佛一切喧囂都能被這片蔚藍吞沒。然而，就在這看似永恆的寧靜之下，一樁關於舊愛、關於天價房產、關於無數人心中那點隱秘期盼的傳聞，正如同海面下的暗流，悄然衝動。謝霆鋒這個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一種不羈如心情交織的矛盾體。據傳他為了追回張柏芝，不惜豪擲千萬，重新買下了那棟承載了他們婚姻最初甜蜜與最終破碎的昔日婚房。消息一出，輿論譁然，緊接着便有自稱是鄰居的網友在社交平台上爆料，聲稱親眼看到兩人一同出入，姿態親密。於是，那根沉寂了苦久的複合神經再次被狠狠撥動，無數人翹首以盼，試圖從這蛛絲馬跡中拼湊出一幅破鏡重圓的世紀畫卷。這棟位於香港島南歐的全海景獨立別墅，對於熟悉港圈八卦的人來說，絕不陌生。時間倒回到2008年，那時的謝霆鋒與張柏芝算是娛樂圈公認的金童玉女，婚後甜蜜，羨煞旁人。為了讓妻子和剛出生不久的兒子 Lucas 有一個安穩且舒適的家，向來喜歡投資房產保值的謝霆鋒一擲千金，豪擲超過9000萬港幣，購入了這棟坐擁無敵海景的豪宅。這不僅僅是一處不動產，更是他對婚姻承諾的具象化體現，是那個年代港媒娛樂版頭條上最常提及的愛巢。屋內的一磚一瓦，窗外的潮起潮落，都曾見證過這對年輕夫婦最純粹的歡笑與溫情。然而，好景不長，命運的齒輪在2011年發生了殘酷的轉向。隨着婚姻的破裂，這棟滿載回憶的別墅也成了港媒筆下最具象徵意義的悲劇符號。離婚後，關於這棟房產的去留，一度成為外界猜測的焦點。曾有傳聞說張柏芝為了套現炒樓，已將其低調出售，但最終又被證實該物業一直未曾易手，只是隨着風之婚變的風波被瘋傳了起來，如同一個不願被提及的傷疤。直到數年前，趁着樓市行情上揚，張柏芝才終於下定決心，將這處舊愛巢掛牌出售，並成功淨賺3000多萬港幣，從經濟上為這段關係畫上了一個乾脆利落的句號。彼時的他帶着2個兒子搬離，似乎在用實際行動宣告與過去的決裂。當時很多人都覺得那棟房子賣掉了，關於風姿復合的念想也就徹底斷了根。然而，娛樂圈的故事之所以引人入勝，就在於它總有着出人意料的續集。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那棟別墅已成為他人名下財產，風姿二人將沿着各自的人生軌跡漸行漸遠時，一則爆炸性的消息再度點燃了吃瓜群眾的熱情。據香港地產界極其隱秘的小道消息流傳，謝霆鋒近期通過中間人，以高於市價近1000萬的日價，秘密回購了那套對他而言意義非凡的房產。此舉太過反常，以至於消息靈通的狗仔隊和資深娛記紛紛開始深挖納莫。對於身家早已數十億的謝霆鋒而言，這筆錢或許算不上傷筋動骨，但這背後的動機卻引人無限遐想。為何偏偏是這一套？香港豪宅千萬，以他的財力買下比這更豪華、更私密的住所，易如反掌。他偏偏選擇了這套曾經屬於他和張柏芝，驗證了他們婚姻從盛放到凋零的老房子。這種近乎偏執的舉動，很難讓人不聯想到舊情未了4個字。投資回報顯然已經不是他首要考慮的因素。如果只是為了保值增值，選擇遠比這套房產更有潛力的標的還不更好？唯一的解釋只能落在感情意志上。這種回購記憶的行為，在普通人的情感世界裏並不罕見，但發生在謝霆鋒這樣自帶光環的明星身上，其衝擊力不亞於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一顆重磅炸彈。如果說謝霆鋒買回婚房船只是單方面的示好信號，那麼緊隨其後被媒體捕捉到的畫面，則讓這場復合大揮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據港媒跟進報道以及所謂鄰居的爆料，謝霆鋒回購房產後，並非將其空置或用於其他投資，而是真的開始頻繁出入。更有住在該別墅勾附近的住戶向媒體透露，曾不止一次在清晨或深夜看到張柏芝的身影出現在那棟別墅的院落裡，甚至有一次兩人被看到並肩走出大門。雖然打扮低調，但身形和氣質騙不了人。這則爆料雖然缺乏決定性的同框高清照片作為鐵證，但經由多家娛樂媒體轉載後，已經足夠讓粉絲和網友們陷入瘋狂。有人開始逐證分析那若有若無的陽台身影，有人翻出張柏芝社交賬號中某張疑似背景為海景的照片，與別墅的地理位置進行比對，試圖找出兩人同居的證據。一時間，社交平台上關於豐資復合進度的討論熱度飆升，似乎那棟被重新買回的老宅，不僅是水泥鋼筋的建築物，更像是一座等待着女主人回歸的城堡。就在復合傳聞愈演愈烈，幾乎要成為既定事實的時候，兩位當事人此前的公開表態，卻又像一盆冷水，澆在了頭腦發熱的圍觀群眾頭上。事實上，這些年來關於豐資復合的傳聞從未斷絕，幾乎每隔半年就會被媒體拿出來翻炒一次。對於這種近乎越經貼的新聞，謝霆鋒本人的態度始終是淡然甚至略帶無奈的。他曾在採訪中直言不諱地回應，這種傳聞每半年就來一次，言下之意不過是媒體在製造話題罷了。他甚至更加直白地表示過回不去了，將外界關於復合的一切幻想扼殺在搖籃裡。他的情感狀態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指向那個同樣如他糾纏半生的名字王菲。那枚戴了20多年如王菲的定情手續從未離身，無疑是他內心情感軌跡最鮮明的注腳。在謝霆鋒的情感世界裡，王菲似乎永遠佔據着一個不可撼動的位置，那是他少年時的白月光，是歷經滄桑後的執念。即便他與張柏芝有過婚姻，有過孩子，但那種靈魂層面的羈絆，似乎終究與他對王菲的感情有着本質的不同。而張柏芝這邊態度同樣明確且鋒利。在早前的一次直播帶貨中，面對彈幕裡不斷刷屏詢問復合事宜的網友，向嚟真性情的張柏芝直接翻了個白眼，半開玩笑半認真地丟出一句金句：我現在缺的是生活底氣，不是老公；我缺的是牙刷，不是老公。這句話迅速成為網絡熱梗，雖然帶着調侃的語氣，卻清晰蒙地傳達了他的立場。現在的他獨自撫養3個孩子，有事業，有寄託，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將婚姻視為全部的小女人。他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與謝霆鋒如今的關係只是默契好友，彼此之間是孩子的父母，是互相尊重的舊識，但絕非存有愛情幻想的曖昧對象。他享受現在這種安穩自在，不需要看任何人臉色，也不需要討好誰的單身狀態。這不僅僅是嘴上說說，從他日常分享的帶娃日常、工作花絮來看，他的生活確實被孩子和工作填充得滿滿當當，精神面貌也與分辨初期那個潮水魔座的形象判若兩人。那麼，這一次所謂的豪宅千萬回購分房與鄰居爆料同進同出，究竟是捕風捉影的烏龍事件，船是破鏡重圓的前奏曲？如果我們深入剖析雙方的現實處境，或許能得出更接近真相的列論。首先，關於那棟別墅的回購，雖然謝霆鋒並未對此公開回應，但消息傳出後，有地產界人士分析，這套別墅雖然對謝霆鋒本人有特殊意義，但從投資角度看，依然不失為一筆好買入。更何況，即使謝霆鋒買回這套房子，目的可能也並非外界所想的金屋藏嬌或追回前妻。一個更現實的考量是孩子。謝霆鋒與張柏芝的2個兒子 Lucas 和 Quintus 一直在香港生活求學，那棟別墅靠近學校，環境熟悉。作為父親，謝霆鋒近年嚟雖然在事業上鮮少與兒子們同框，但在物質上從未虧待過孩子，也被爆曾為了陪伴生病的 Lucas 而在張柏芝住處過夜。
買回這套房子也苦近是為了給孩子們提供一個更加寬敞、穩定且充滿童年回憶的居所，方便他與孩子們團聚。畢竟血溶於水，父子親情是無法割捨的。他作為父親，希望兒子們住得更舒適，甚至保留他們兒時記憶中的家，這完全在情理之中。其次，關於鄰居看到兩人一起出入，在沒有高清圖片或視頻實錘的情況下，這種所謂的目擊可信度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即便兩人真的同框出現在該別墅，也未必能說明任何問題。正如謝霆鋒此前曾向媒體坦言的，他卻為了探望生病的孩子而留宿前妻住處。隨着孩子逐漸長大，尤其是長子 Lucas 已經成年，父母雙方為了孩子的升學、生日、家庭聚會等事宜而碰面，是再正常不過的現代家庭互動模式。單憑同進同出就斷定復合，未免有些武斷。況且有細心的網友指出，謝霆鋒對親生兒子生日保持沉默，卻對女友王菲的女人竇靖童的演唱會送上花籃。這種被外界解讀為厚此薄彼的行為，似乎也表明他在情感貴族上的立場並未動搖。如果他真的一心想要追回張柏芝，重建四口之家，又怎會在公開場合展現出如此鮮明的情感傾向？更耐人尋味的是張柏芝近期的行動軌跡。在謝賢去世後，張柏芝默默將社交平台頭像換成黑色以示悼念，但隨後不久，他便以一種近乎重生的姿態高調復出，登上紅館舞台，與年輕偶像熱舞，重現喜劇之王的經典橋段。這一舉動被很多觀察者解讀為，隨着謝賢這位與張柏芝關係極好的長輩離世，張柏芝與謝家最後一點情感基本也畫上了句號。從此以後，他不再需要為了顧及長輩顏面而刻意低調或迴避責罵，他徹底恢復了自由身，可以完全為自己而活，為孩子們而活。在這種心態下，他更不可能回頭去檢視一段已經被自己親手翻篇的感情。他正在努力撕掉謝霆鋒前妻的標籤，重塑影后張柏芝和獨立母親的形象。所以，當我們冷靜下來重新審視這條豪擲千萬追回前妻的新聞時，佢發現他其實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的是大眾對於破鏡重圓這一傳統敘事模式的偏愛，而非當事人真正的心路歷程。在這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人們渴望看到圓滿，渴望相信兜兜轉轉全是你的浪漫童話，甚至願意為此忽略現實邏輯。但謝霆鋒和張柏芝這兩個被輿論強行捆綁了近20年的名字，其實早已用各自的生活給出了答案。一個依然帶着與初戀的定情手續，享受着與靈魂伴侶的默契；一個在直播中笑着說出我缺的是牙刷，在紅館舞台上煥發新生。他們都在向前走，只有圍觀群眾懸在原地，拼命想要撿起那片早已碎掉的鏡子。作為旁觀者，我們或許應該學會尊重這種不符合的體面。15年過去了，他們不再是當年那個衝動的男孩和任性的女孩。如今，他們是兩個獨立且成功的成年人，是兩個孩子，對張柏芝來說是三個的父母。他們之間的關係早已超越了男女情愛，上升為一種更穩固、更複雜的親情與責任。他們可以在孩子生病時相聚，可以在孩子生日時送上祝福，甚至可以在同一棟舊宅裡為了孩子團聚。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要回到夫妻關係。成年人最大的成熟，就是懂得有些關係只能止步於此，強行將所有的關係都套上白頭偕老的模板，反而是對他人生活的不尊重。我們看到的同進同出，大概率只是他們作為父母為了孩子而做的妥協與配合。這種為了孩子而保持的體面互動，比所謂的世紀復合更值得肯定，也更有現實意義。娛樂圈的真真假假，往往比劇本更跌宕起伏，但也比劇本更經不起推敲。今天傳出的豪擲千萬買分房，明天可能就會被證實是為了設立工作室或做民宿。今天的鄰居爆料，明天可能就會被新的熱搜話題覆及。作為觀眾，我們最大的理智
就是看清聚光燈下的他們，本質上也是有着七情六欲，要面對柴米油鹽的普通人。他們有權選擇自己的伴侶，也有權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在這場關於復合的漫長猜想中，謝霆鋒與張柏芝早已用行動書寫了列局。那些關於舊宅的想象，關於同框的取測，終究只是局外人的一廂情願。15年風雨兼程，他們各自穿越了情感的迷霧，一個在音樂與美食中尋得了靈魂的棲息，一個在孩子與舞台間築起了堅實的堡壘。與其期待兩個早已不同頻的人強行合奏，不如欣賞他們此刻各自獨立的樂章。感情的世界裡，並非所有的分別都為了重逢，有些轉身是為了讓彼此走向更集合的遠方。願我們在圍觀他人的故事時，少一分偏執的猜想，多一分清醒的尊重。不煽動對立，不反育焦慮，讓謝霆鋒繼續做那個在演唱會上揮灑熱血的搖滾青年，讓張柏芝繼續當那個在紅館裡自信綻放的獨立女性。至於那棟價值千萬的海景別墅，就讓它安靜地矗立在淺水灣的海縫中吧。它承載的是一段歷史，而不是未來。理性吃瓜，不僅是給偶像留出呼吸的空間，更是船如輪長一份難得的清朗與平和。